那过来是有关风台的消息，菲律宾东边外海已经有热带性低气压来形成，上紧明仔载就会增强为风台，叫做微帕。气象署的观测，讲这个风台所行的路线会较偏向巴士海峡。 直接弄入来台湾的几率是增加，但是这个外围的环流会伫东半部甲恒春半岛来落大雨，讲拜五就会开始落。 乌阴天，高蒙雾，一透早就落大雨，因为对流云系发展了真旺，台南当地出现大雨，雨神就夹袂走。现此时，伫咧菲律宾东边外海，阁有热带低气压等来发展。大约是在恒春的东南方，大约1540公里的海面上，而这个热带性低气压未来就有逐渐的发展，并且朝西北西方向接近的这个趋势。从周五到下周一这段期间，距离台湾附近是比较接近的。今仔日早起，正做热带性低气压，上紧明仔载就会增强变作微帕风台。不过目前各国预测也是小可无同，欧洲预估会为离宋岛的北边通过，美国是认为有机会到台湾的南边小小心是上界外，但德国是更较偏南。拜六的时，风台已经进入南海，不过实际上甲台湾的陆地阁差偌远，也有变数，就要阁观察。 路径上面都比较偏向靠在巴士海峡到菲律宾北段的陆地这边逐渐通过的情形，所以说呢，距离我们还是有一段距离。目前的以这样子的路径上面呢，是比较没有碰触到我们海警的范围。目前根据气象署观察，风台直接侵扰台湾的几率无悬，不过会受外围环流影响，也是有真侪水汽。尤其是为拜五开始，伫咧亚方面的花东到恒春半岛爱台风落大雨，所来南台湾伫咧拜六礼拜嘛会感受到雨势变强，西半部地区就要注意下晡的西北雨，一直到后礼拜一，东部的雨势才会较减。气象署提醒，为拜五开始，沿海风影嘛明显变强，就要预先做好准备，才会当甲灾害发生的机会降到上低。Hello， 我是陈雅玲。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